我哋嚟到呢個世界上係吃喝過一生就好，定還是要為呢個世界留低啲乜嘢？今日我哋要分享一個專題，就係發揮上帝所給予嘅創造力。大家平安，我哋今日一齊嚟思想一下關於創造力。我哋嚟到呢個世界上嘅意義，係為咗吃吃喝喝就結束完一生，定還是就好似古人所講咁，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，賺錢養屋企，將自己同屋企人養好，係咪就咁樣呢？定還是要帶俾呢個世界啲乜嘢？關於上帝所俾嘅，關於創造力，首先我哋要知道我哋嘅神係創造嘅神，佢用佢嘅言語創造咗萬有，神嘅話語大有能力。同時，我哋亦都係按住佢嘅形象所做嘅，外在嘅、內在嘅，都有神嘅形象。因此，我哋首先要知道創造嘅神，創造咗有創造力嘅人，唔係淨係吃吃喝喝咁樣就結束㗎喇。總之，我哋要創造出嚟，帶俾呢個世界一啲嘢，佢係有意義嘅，唔係冇意義嘅。今日我哋所講到嘅創造、創作、製作、傑作、結果等等，都係有相關嘅。我哋嚟睇睇經文，勒撒在好地上嘅，就係人聽到又領受並且結實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你們要生養眾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呢度講到喺好嘅地上。好地、好地土就係人聽道。換句話講，呢一個道就係種子，真理嘅種子放喺好嘅地上，於是就發芽長大，開花結果。呢一個種子發芽嘅時候，呢個種子嘅生命就已經死咗啦，一個新嘅生命就生咗出嚟，就係領受真理嘅道，即係神嘅話語，然後就係結實。結出果子嚟，呢個種子原本只有一粒，然後結實咗之後，就有許許多多，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呢個係神做事嘅法則。喺創世記裏面亦都有提及到，你哋要生養眾多，喺地上昌盛繁茂。神對人嘅心意就係生養眾多，的確係咁。亦都有人會講話，地球係有限嘅，如果人增長係無限嘅話，糧食就唔夠食。但至少到目前為止，糧食冇唔夠，只係分配唔均勻嘅問題。如果人類能夠將花喺坦克大炮上邊所投入嘅精力同埋資源，用喺研究人類嘅糧食供應方面，其實要供應俾全球嘅人類係足夠有餘嘅。所以神嘅心意係生養眾多，昌盛繁茂。當然就好似而家咁樣，並唔係話我哋一定要生小朋友，因為有形嘅係要代表無形嘅，有形嘅小朋友唔一定要有，重點係無形嘅小朋友。喺屬靈上邊，我哋要令到更多人嚟信主，做天父嘅兒女，喺永生嘅當中係更加有意義嘅昌盛繁茂。耶穌話：你哋要多結果子，我父就會因為咁而得榮耀，你哋亦即係我嘅門徒啦。我哋飼養牛羊要生養眾多，種植莊稼亦都係要結實眾多。唔理點樣，就係要結出嗰個果子。呢個係同創造、創作、製作、傑作、結果係有關係嘅。總係要為呢個世界留低一啲嘢，係一種生命嘅展現，亦都係生命嘅延續，更加係榮耀天父上帝。一朵花開得芬芳美麗，你話咁樣有啲咩意義呢？佢肯定有佢嘅意義，就係為咗榮耀上帝。對人亦都係咁樣，當我哋多結果子嘅時候，天父就會得着榮耀。我哋亦都係耶穌嘅門徒，主耶穌嘅門徒必定要多結果子，並且要好似耶穌咁樣去榮耀我哋天上嘅父。首先，我哋要知道，我哋就係神嘅傑作，我哋原本就係佢嘅工作，喺基督耶穌裏面所造成嘅，
為要叫我哋行善，就係神所預備叫我哋所行嘅。佢嘅工作就係工作嘅成果，就係神嘅傑作。對於我哋嚟講，佢係一個現在進行式，因為喺神嗰度冇時間。我哋所處於嘅時間當中，正係喺度進行緊，喺基督耶穌裏面所造成嘅。呢個係指係一個重生嘅生命，過去嘅生命已經死咗啦，就好似剛才嘅嗰一粒種子一樣死咗啦，然後發芽結實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呢個就係神嘅心意，為要叫我哋行善。關於行善，唔好淨係諗到造橋鋪路，要行出神要我哋喺世界上所遵循嘅旨意，就係神所預備叫我哋行嘅。呢一個後文就會做出解釋。神所預備叫我哋行嘅係點樣呢？我哋係藉由佢嘅工作，佢嘅雕塑，佢嘅傑作，正喺度塑造當中，喺基督耶穌裏面所造成，以至於我哋能夠去行出嚟。神對雅各講話：我必使你生養眾多，成為多民，又要將地賜給你嘅後裔，永遠為業。雅各就係以色列。我哋嘅肉身雖然唔係以色列人，但係喺屬靈方面，我哋就係以色列人。所以呢啲嘅說話亦都係對我哋講：我必使你生養眾多，喺屬靈方面生養眾多，成為天國嘅國民，又要將屬天嘅迦南地賜俾以色列嘅後裔，永遠為業。神係亞伯拉罕嘅神，以撒嘅神，雅各嘅神。所以延續到我哋係屬靈上面嘅以色列人，所以一方面生養眾多，一方面我哋亦都要得着迦南地，永遠為業。有地上嘅，有天上嘅。俗語話：人生不如意事十居其八九。呢句說話係有佢嘅道理嘅。我哋嚟到呢個世界要經歷入埃及，亦都要經歷出埃及。入埃及就係入咗呢個世界，唔理你願意定係唔願意。我哋入咗呢一個世界，並且承受咗先祖而嚟嘅罪嘅傾向，自己有罪，人哋亦都有罪。而罪係點樣入呢一個世界？公義亦都要點樣進入呢一個世界？罪係由亞當，然而呢一個義就係由耶穌基督入世界。我哋要做嘅就係從耶穌基督裏面重生，有一個新嘅生命，咁就係出埃及。然而唔單止係出埃及而已，仲有美好嘅迦南地要賜俾我哋永遠為業。有地上嘅，亦都有天上嘅。今日我哋就講到發揮上帝所賜嘅創造力。喺出埃及以及進入迦南地呢一度提到創造力，其中嘅關聯係啲乜嘢呢？我哋白白得救，亦都要努力得勝。喺呢個得勝嘅過程當中，有好多嘅事過去我哋冇睇到，我哋要將佢創造出嚟，創造出一個同過去嘅舊生命唔一樣嘅新生命。我哋做一件事，到達一個目的，神要賜下一個新嘅方法、新嘅道路。所以呢一個創造力，亦即係與神同工。繼續嚟睇睇，首先我哋要跳出一個迷思，讀書係好好。學習亦都係好好，但係我哋要喺呢一度加一個但係。我哋先嚟睇睇聖經點講。我兒還有一層，你當受勸戒，著書多沒有窮盡，讀書多身體疲倦。之前有同大家分享過，我喺大學嘅時候讀嘅係計算機，我心裏面有一個感動，就係計算機其實係日新月異嘅。我今日學咗呢一啲嘅資訊，可能第二日又唔一樣。所以我必須要學更多更新嘅。當然我仍然必須要好好學習，呢個係冇錯嘅。但係我喺靈裏面，我覺得神嘅話語係永不改變，更值得我投入去學習。雖然咁樣講並唔一定所有人都能夠去領受，但係我喺大學嘅時候讀嘅聖經，其實係比睇教科書更加多，因為我知道裡面有永恆嘅價值。所以我哋嚟思想一下，有幾多次你設定咗話學英文、學才藝、學游水、賺幾多錢呢啲嘅目標？
我諗我哋喺新嘅一年裏面，總係會設定各種各樣嘅目標。就呢個頻道嚟講，讀幾多次聖經，亦都係有設定目標。當你設定呢一啲目標嘅時候，咁樣係好好。但我哋要知道一件事，事情並沒有完結。當你學習咗之後，然後呢？因為學習好好，但你唔能夠淨係學習。思想亦都係好好，但亦都唔淨係能思想。重點就係我哋要試試睇下能唔能夠結出果子。所以喺學校嘅時候，老師教授總係要求我哋要做一個期末嘅報告，或者要寫出一篇論文。呢個就係結出一種嘅果子。然而廣泛嚟講，唔理我哋學啲乜嘢，我哋都要諗辦法去結出果子。比如頭先話學英文，我哋就要做出一個英文嘅作品；學才藝就要去展示出嚟；學游水亦都要諗辦法去跨越一個湖。賺幾多錢要用喺乜嘢嘅地方，我哋可以通過好多嘅方法將佢記錄落嚟。咁更重要嘅就係讀幾多次聖經，本身呢一個係一個過程，佢唔係最終嘅目標。最終嘅目標當然就係要認識神，並且將呢個福音傳俾其他人。所以我哋要講解俾新朋友聽，傳一個福音2個、3個或者好多個，結出果子嚟。我哋所設定目標嘅時候，唔單止係要學習，我哋仲要結出好多嘅果子。我哋總結咗幾個重點，第一個就係離了主就不能做什麼。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，常在我裡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裡面。這人就多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麼。咁你話我哋信主之前都仲係可以做啲咩事情啊？呢一度講嘅就係離開咗主，我哋就唔能夠做啲乜嘢。喺永恆嘅裡面有價值嘅事。你可以渾渾噩噩咁樣，你可以只係將你嘅眼目放喺呢一個世界上。更深層嘅一個解釋就係萬物都係藉由耶穌基督所創造嘅。如果沒有神嘅托舉，乜嘢事人都唔能夠做。所以喺屬靈嘅含義就係離開咗主，我哋乜嘢都做唔到。喺永恆裡面有價值嘅事，因為神就係葡萄樹，我哋就係枝子，枝子連結喺耶穌基督嘅身上。以至於我哋能夠喺嗰度得住養分同埋供應，而就空間而講，係一種超越。我哋喺神嘅裡面，神亦都喺我哋嘅裡面，我哋就可以結出好多嘅果子。所以我哋若果要想喺永恆嘅裡面結出有價值嘅果子，我哋就要喺耶穌基督嘅裡面，佢亦都要喺我哋嘅裡面。對照一下哥林多前書，人喺呢個根基上面所建造嘅工程，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賞賜。呢一個根基就即係耶穌基督，係白白咁送俾我哋嘅。我哋一生嘅建造就好似起樓一樣，建造喺呢個根基上邊，並唔係喺沙土上邊。生命結束嘅時候，一切都已經冇意義，因為我哋建造喺呢個根基上邊，將來係要經過考驗嘅。呢個考驗就係火嘅試煉。如果喺呢個火嘅試煉當中能夠存得住，咁樣就要得着賞賜啦，係一個永恆嘅賞賜。所以我哋首先要知道，我哋要結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第一個重點就係離開咗主，我哋就唔能夠做啲乜嘢。咁第二就係要接受修剪。凡屬我不結果子嘅枝子，他就剪去。凡結果子的，他就修理乾淨，使枝子結果子更多。對園藝有一啲了解嘅弟兄姊妹都會知道，如果一棵植物嘅枝子枯乾唔結果子，就要將佢剪走，使到呢一棵植物嘅能夠結出果子嘅枝子可以有更多嘅營養，繼續結更多嘅果子。呢一個就係馬太效應。凡有的還要加給他，使他有餘；凡沒有的，連他所有的都要奪去。甚至喺管理學方面都有做呢一個研究，稱呼為馬太效應。喺呢度都係咁樣。當我哋結出果子嘅時候，跨出第一步嘅時候，神就幫我哋修理乾淨，令到我哋可以得到更多嘅養分，咁樣就能夠結到更多嘅果子。
耶路撒冷啊，你當受教，免得我的心與你疏離，免得我使你荒涼，成為無人居住之地。所以呢一個係接受供應以及葡萄樹嘅養分，呢一個就係受教，接受神話語嘅教導。當我哋願意受教嘅時候，神就唔會與我哋生疏。當我哋願意受教嘅時候，生命就會豐盛而不至於荒涼，不至於無人居住。有一個法則叫做200法則，就係喺任何一個團體當中，80% 嘅事係由20% 嘅人去完成嘅。例如話一個10人嘅團體，總係會有2個人做嘅事情特別多。呢一個係經過統計嘅研究。所以若果我哋係一直咁結果子，就會成為嗰20% 嘅關鍵，可以影響住好多嘅人結好多嘅果子。呢個時候就會有人話：咁我做80% 嘅人唔好嘛？做少一啲，去領受多一啲。呢個當然冇問題，因為每個人嘅情況都唔一樣，就好似小朋友喺度成長緊咁樣。如果教會當中有100個人，多付出嘅同工大概就會係20人，但係我哋唔好咁樣去諗，我哋反而係要做願意嘅呢100個人都成為嗰個一直結果子嘅人，以至於我哋能夠擴增服侍更多嘅400人。因為500人嘅教會根據200嘅法則，就係80-20嘅原理，就即是話100人會成為嗰20% 嘅關鍵。我哋要擴張，我哋要往上看，希望大家能夠明白我嘅意思。所以我哋要接受修剪，施比受更為有福，係一個真真切切去執行嘅法則。當我哋去經歷嘅時候，就會得着好多。呢一個係第2點。咁第3點就係唔好為已經失去嘅去煩惱。如果人喺基督裏面，他就係新造嘅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為住已經失去咗嘅時間、青春、有形冇形嘅資產，或者係人事物，有時候我哋都會覺得好煩惱。當初唔好咁樣做就好啦，唔好咁樣講就冇事啦。但係我哋而家已經喺基督裏面，係一個新造嘅人，舊事已經過去咗啦。並唔係我哋得咗失憶症，其實佢仲存在，但係呢啲嘅事情都已經俾耶穌更新啦，變成有價值、新嘅意義，一個嘅過程。因為凡走過必留下痕跡，係一個好嘅痕跡，成長嘅旅程。我哋對照舊日嚟睇啊，我打發到你們中間的大軍隊，就是蝗蟲、蝻子、螞蚱、剪蟲，那些年所歇的，我要補還你們。當我哋處喺懊悔當中嘅時候，我哋要嚟到神嘅面前。蝗蟲、蝻子、螞蚱、剪蟲係各種唔同嘅種類，我哋就用蝗蟲嚟作為代表啊。呢一啲嘅蝗蟲食咗我哋當年所失去嘅，所以我哋不禁喺度納悶。究竟呢啲嘢係邊度嚟嘅呢？點解會有呢啲事情呢？有啲係自己嘅錯，有啲可能係人哋嘅錯，甚至有啲係你都唔知道原因。我哋知道神喺度掌管住一切，仔細嚟睇睇，話打發到你們中間嘅大軍隊，神放開咗去保護嘅手，以至於蝗蟲就要嚟食我哋嘅莊稼。點解要放開呢？因為唔咁樣做，你就唔會識得轉彎，亦都有可能唔咁樣做嘅話，你就唔會覺得痛，唔知道要回頭。總之，一切都係喺神嘅手裏面，並唔係神喺度瞌眼瞓，所以就發生咗頭先嘅一啲事情。所有嘅嘢神都知道，一切都喺佢手裏面。然後重點嚟啦，雖然係被蝗蟲所食，但係那些年所吃嘅，嗰啲那些年就係最近呢幾年都幾火㗎，有好多嘅電影都提到那些年，因為人總係喜歡回顧過去，嗰啲年所歇嘅，神要親自補還。我哋就向神求，
使得嗰啲年所經歷過嘅，如今可以成為一啲有意義嘅事。有時候我都會煩惱，如果當年冇得到抑鬱症就好啦。但係回頭又諗一諗，如果我當年冇抑鬱症嘅話，或者我人生過得太順利啦，唔識得轉彎，亦都唔知道要嚟認識神，咁樣會發生啲乜嘢都仲未知道。所以我要感謝主，並且藉由當時嘅經歷，我能夠幫助好多有同樣問題嘅人，因為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而家我所經歷嘅喜樂，並唔係一個表面嘅喜樂。我知道乜嘢係從心而發嘅抑鬱，亦都知道乜嘢係從心而發嘅喜樂。咁樣嘅體會會更加之深刻。神造萬物，各按其時，成為美好，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。然而神從始至終嘅作為，人不能參透。毛毛蟲同蝴蝶嘅美好係唔一樣嘅，因為要各按其時，成為美好。時候到咗，會成為美好。前面有提及到喺神嗰度係冇時間嘅，而我哋係要按住時間嚟過活，所以要各按其時，成為美好。有時候睇起嚟好似唔係咁美好，有時候睇起嚟又有蝗蟲，但係時候到啦，就要成為美好，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嘅心裏面。喺世人嘅心裏面都知道有一個永遠，唔理嗰個地方係叫做天堂、西方嘅極樂世界，定還是係永生，總之就係一個永恆嘅觀念。然而神嘅始至終嘅作為，人不能參透。3歲嘅小朋友唔能夠明白30歲嘅爸爸所做嘅事，而我哋嘅天父對於我哋嚟講係無限咁大，所以唔理你今日你喺世界上係20歲定係100歲，神都係無限咁大，所以人不能參透神嘅作為。有一啲事情喺世界上甚至連答案都冇，我哋要做嘅就係要相信佢，所以神有佢嘅時候，各按其時，成為美好。我哋所要做嘅就係唔好為住失去嘅去煩惱，失去嘅就由得佢過去，舊事已過，變成新的了，要重新去開始。第4點就係要開始行動，而唔係空談。諸般勤勞都有益處，嘴上多言乃致窮乏。呢一個益處同埋貧窮呢，包含財務上邊，又或者係財務上面不能夠衡量嘅部分。所以我哋要殷勤，要勤勞。呢一個多言就係講話講嘅仲比做嘅多，總係講下，總係諗下。咁樣嘅話就會貧窮。懶惰人羨慕卻無所得，殷勤人必得豐裕。如果係懶惰嘅人，而家嘅手機、iPad、計算機、網絡都非常之發達，睇到人哋呢就會好羨慕。然而若是殷勤嘅人，就要必得着豐裕。呢一度講嘅無所得同埋豐裕，產生咗一個對比，關鍵就係在於懶惰或者係殷勤。殷勤嘅人要跨出那一步。然後呢，進一步就亦都有提及到話，懶惰嘅人不敲打獵所得的，殷勤嘅人卻得寶貴嘅財物。所以有時候懶惰嘅人佢都會去打獵，但係打獵返嚟就將啲獵物放埋一邊，亦都懶得去敲。而打獵所得嘅，亦都有可能係人哋打返嚟俾佢個噃，但係佢連敲都唔願意。所以殷勤嘅人卻得寶貴嘅財物。所以我哋如果做事只做一半，亦都係懶惰嘅人。我哋要殷勤，並且有行動，並且樂於行動嘅當中。咁樣嘅人可以得着寶貴嘅財物。所以我哋要留俾呢個世界一啲乜嘢？首先我哋要知道，神造嘅人同神一樣係具有創造力嘅。呢一度舉出2個例子，一個係牛頓。我哋對於牛頓嘅認識，可能係數學家、物理學家、天文學家，但其實佢亦都係一個神學家。關於佢對神學嘅論述，可能仲比科學仲多。但係好多人都唔知道，另外一個人係叫達文西達芬奇。
佢畫咗一幅最後嘅晚餐同埋蒙羅麗莎嘅微笑，裡面含有非常之多嘅信息量，越研究越發現有好多嘅深度。你以為佢係一個畫家，其實佢亦都係雕刻家、科學家、生物學家。總之佢就係有好多嘅才藝，因為神造嘅人就好似神一樣係有創造力嘅。俗語話技多不壓身，所以但願弟兄姊妹都能夠一同嚟學習，有好多嘅能力，並且要將佢創造出嚟，留俾呢一個世界一啲嘢，亦即係結出果子。繼續嚟睇啊，教人哋之前，自己首先要去行動。所以喺呢度要分享一啲，我亦都要講講我自己嘅行動，因為我唔中意冇結論，亦都唔中意就咁講講就算。我一定係要有行動，並且分享俾人哋知道。呢一個良好7分鐘係喺2024年開始嘅，而家已經到咗25年啦。喺呢1年又3個多月嘅當中，我從一開始乜嘢都唔識，第一個影片花咗我10幾個小時。甚至係冇瞓到覺。除咗聖經嘅知識，仲有剪輯、配樂、美工，以及用 PPT 好多嘅製作嘅方法。我自己就先去行動，時間好有限，所以可以話我都冇乜嘢點樣去休閒。我就將呢一件事當做我休閒嘅活動，我樂在其中。咁樣喺做嘅時候可能會覺得孤單。因為啱啱開始嘅時候，只係得幾十人睇，例如係親朋好友、弟兄姊妹，睇落好似好孤單，亦都冇人去幫助。然而到時候到咗，一切就會變得唔一樣。有好多嘅姊妹弟兄都嚟一齊去加入，運用咗一啲 AI 嘅工具，由備課、PPT 嘅製作、圖片嘅收集、影片嘅剪輯、驗收。喺 AI 嘅訓練生成嘅校驗，逐漸亦都形成咗一個團隊。因為凡有嘅還要加給他。剛開始係好孤單，而家已經形成一個團隊。咁除咗 YouTube 上面嘅呢，經過轉傳嘅檔案，2個加埋起嚟，每日大概有1萬人次嘅觀看。呢一個就係我同埋我團隊嘅心路歷程，我都將良好7分鐘當成我喺呢個世界上面嘅遺言，我能夠留低俾呢個世界啲乜嘢，包括識得同埋唔識得嘅人，或者係3年、5年、10年，呢一個就係我喺世界上留低嘅遺言。古人話要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唔理留低啲乜嘢，喺永恆嘅裏面係要有意義嘅。所以喺教人哋嘅之前，我自己首先就去行動。舉個例嚟講啦，你可以喺親朋好友面前展示一項才藝。你所學嘅呢一種才藝係有好多，可能係音樂、美術或者係舞蹈等等。你可以去做呢一件事情。你可以將學到嘅語文用喺工作上面或者係旅遊。然而，我除咗係中文、英文之外呢，我亦都自學希伯來文同埋日文。希伯來文可以幫我能夠去解經、睇經，而日文對於我嚟講，我係希望有一日，如果我要增加一個福音工作嘅禾場，我可能會選擇日本，因為嗰度非常之有需要，所以我就開始去學習啦。英文版嘅良好7分鐘對我嚟講可能唔係問題，但係日文版嘅就係一個挑戰啦。我會將佢當做我嘅一個目標。你可以話咁樣可能係遙不可及，你又唔係日文系出身嘅。喺20幾年前，我寫低咗個目標，就係要讀聖經30次，亦都有好多人係唔信嘅。但係最後事實證明，我係可以做得到嘅。所以我哋要設定目標，並且學習同埋將佢展現出嚟。你亦都可以係咁。唔理你要學習嘅語文係啲乜嘢，你係用喺工作方面定係旅遊方面，唔好淨係依賴旅遊團。你要試住將佢講出嚟，應用出嚟。咁關於聖經、關於福音、關於真理，亦都可以試試向陌生人傳一次福音，1次、2次、3次，好多次。喺車上面遇到嘅人，飛機旁邊嘅人，
又或者係買嘢所認識嘅人，你可以去試下。咁如果喺教會當中，我哋可以向一啲成年人、青少年或者係孩童嚟到去教導主日學，亦都有主日學老師嚟請求攞 PPT，我哋都係好樂意去提供嘅。等我哋一齊嚟到去學習成長，或者係做一個新嘅菜式喺外宴裡面分享出嚟。其實我都好鍾意煮餸嘅。當我睇到人哋食我煮嘅餸嘅時候，我都非常滿足。哪怕只係留下嗰一啲啲，但係俾呢個世界就產生咗一啲果子，然後就可以拍低一啲相片、視頻，整理成一個紀念嘅影片。呢啲都係非常之有意義，仲可以帶兒女去背誦聖經。你要帶佢哋背誦聖經起嚟，首先你自己要背起嚟，你一句佢一句喺瞓覺之前背俾佢哋聽。我都係咁樣做嘅。所以孩子由細就可以讀好多嘅聖經，然而仲有好多嘅創業啊、寫書啊，教出一個點樣點樣嘅兒女。其實我曾經都想寫書，但係因為神嘅帶領，反而就設立咗一個視頻。或許將來亦都有可能整理成為一本書吧。睇下神點樣帶領我。總之就喺我有限嘅時間裡面，我盡量就係會將佢利用出嚟，順便分享一下。我有自學速讀，閱讀嘅速度大概係一般人嘅5至10倍。如果係攞到一本書，我大概可以2日就睇晒。呢個就係點解一年可以讀到3至5篇嘅聖經，甚至可以更多。只要我稍微再有更多一啲嘅時間，有機會可以再同弟兄姊妹去分享。3層樓嘅創造力，第一層就係關於身體物質呢嘢要點樣去製作。我哋有創造力。要將佢展現出嚟，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、音樂點樣呈現出嚟，美術點樣去構圖，文章要點樣寫，言語要點樣去表達，呢啲都係屬於第2層樓嘅。咁樣對於神嘅話語，對於分享俾其他人，呢啲都係有關係嘅。然後就到咗3層樓，信心、上帝、永恆同埋愛。1樓係2樓嘅器皿。2樓就係3樓嘅器皿，希望大家都能夠明白，就好似我哋嘅身體係靈魂嘅器皿一樣，外邊裝住裡面嘅，能夠提供出嚟，能夠展現出嚟。良好7分鐘嘅快速提醒，每逢7號只有專題，沒有讀經，進度係7號、17號、27號嘅時候，當天係休息或者係補課。我哋要嚟做結論，發揮上帝所給予嘅創造力。我哋就係造物主嘅傑作，係有創造力嘅。唔理係創造、創作、製作、傑作，最終都係要結出好多嘅果子，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然而我哋就係神嘅傑作，目的就係要為行佢所預備，叫我哋所行嘅。有好多運動員、藝術家、企業家，佢哋都做出咗好多美好嘅見證。呢啲都係為咗榮耀上帝，產生正面嘅影響力，結出果子。如果你係一個全職嘅媽媽，我哋都要去思想，我哋要教出一個點樣嘅小朋友結出果子嚟。我哋要跳出一個迷思。讀書係好好，學習係好好，但係嗰啲都唔係創造，嗰個只係一個過程，預備工具而已。第一點，離開主就不能做什麼，嗰啲只係工具，重點係要創造出嚟，要結出果子。第一點，我哋要知道，離了主就什麼都不能做。第二就係我哋要接受修剪，令到我哋嘅枝子結出嘅果子更多。第三就係唔好為已經失去嘅煩惱。我哋係新造嘅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今日嘅主題就係發揮上帝所給予嘅創造力。而家就開始行動，唔好只係空談，自然會有幫助同埋回報。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晝夜思想，此人便為有福。良好7分鐘，我哋聽日見。